来看新竹科学园区这片土地顶头，本地只有6间的土地公庙。后来因为土地征收的关系，甲这6间的土地公做伙甲请做伙，厂商捐钱做伙起一间叫做吉福宫的庙。但年开工的时阵呢，公司行号拢会来遮拜拜，祈求这开工顺利。 烧香拜拜，诚心诚意，祈求今年工课通平安顺遂。年假以后第一天上班，新竹科学园区侪厂商落来这间土地公庙一福宫拜拜，有的个专工传乖乖来拜拜，希望土地公保庇公司内部的机器，今年都会当顺利运作。每年例行性开工第一天都会来这边祈福，那祈求平安，我们都有准备乖乖。为什么？希望我们的设备就是不要使坏啊。这间蛮灵验的啊，因为每次来都看到很多香火蛮鼎盛的。科学园区的习俗啊，就是大家要祈求机台运作顺利，所以呢，在机台上面都会摆绿色乖乖。一福宫的主委指出，早期科学园区土地征收时，园区附近拢总有6间土地公庙受到影响，后来是厂商编预算，把这间土地公庙起来，把受影响无地菜的土地公神像拢安来遮，所以一福宫就变做德科厂商，当年一定会来拜拜土地公庙。当初这个庙在建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边有300多甲地嘛，征收有6个土地庙，我们把它集为一尊，就是一个大庙，叫吉福。吉福里面就有6尊土地公。每年来的话，那像联发科、台积、联电以前的力晶对，世界先进都是在这边拜多。目前各单看到庙内底有6尊土地公，相传土地公爱食甜，所以厂商拢会传甜路来拜拜，希望新的一年保庇大家平安，买当有好的业绩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